跳得轉得一次馬都難唔到佢。年輕媽自學鋼管舞成才，周身傷每月跳80場。台南八海呢位鋼管舞 dancer 好搏，人哋一個月平均跳50幾場，佢就70-80場，最多試過100幾場。人家為什麼會稱呼我是拼命3娘？是因為我什麼場都接，只要有工作我就是接。佢初初聽到呢行缺人，自己對跳舞又有興趣，就唔做檳榔西施，轉行試下。佢上 YouTube 自學，然後不停練習。佢話倒吊同大字馬都好難，不停咁練令佢扭親手，大腿內側又損又瘀兼生繭，仲試過跌親整傷脊椎，又試過因為趕去出 show 發生車禍。今天第一個特別節目表演，由我們小燕子小姐我們帶來辣妹鋼管舞蹈。最慘嘅係外界會誤會呢行。佢試過出 show 嗰陣，俾人要求提供性服務，佢堅決 say no， 覺得好委屈，連父母都反對佢做呢份工。他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，他說你出去不要跟我說你是我的女兒，對，會很丟臉。但因為佢嘅努力，最終令父母接受返佢，而佢最大嘅動力係佢2個小朋友，但佢只係得放假先有時間送返學接放學。相處時間唔多，其實大部分鋼管舞 dancer 都只係20出頭，但小燕子話只要有實力就唔驚會被淘汰。